有請甲方主編，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預備請人介紹事宜。在座各位大家好，非物質文化遺產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對某地區傳承有重要意義。各種非物質形式財產，例如表演藝術、節慶活動、手工藝等，雖然非遺係世代相傳，但係有如公約強調，隨住環境同歷史嘅變遷，文化並非一成不變。所以非遺保育着重嘅唔係外在表現形式，而係點樣保留背後文化象徵嘅意義。所謂傳承，香港非遺諮委會主席麥敬生指出，係有人繼續傳授同學習。古往今來，文化走入市場都係傳承嘅規律，有啲非遺一直係市場經濟嘅一部分，例如古代街頭賣唱、戲班商演，而商業化只將以非遺為基礎同商業結合，透過市場化經營獲得經濟收益，例如推行商品、進行商演、文化旅遊等。要衡量辯題，就要審視透過商業化可唔可以令非遺現代時代嘅力依然能長遠發展。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填補資源缺口，確保發展長久。各國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嘅資源喺非遺保育上，例如日本每年花費超過20億港元。睇返香港每年嘅非遺支出由2015年嘅2720萬元上升到2024嘅超過1億元，開支持續大幅增加。所以連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時任主席馬逢國都話希望非遺尋找市場，無需依賴政府，達至可持續嘅發展。好似日本有超過600年歷史嘅能樂咁，曾經面臨失傳，後來日本政府同業界大力推動商業化，例如海外公園、商業展覽、賣周邊產品等。日本能樂協會指出，商業收益成為主要嘅收入來源，佔總收入嘅98.5%。當保育成本越嚟越高，政府冇可能無聊期咁抌錢落去，商業收益正填補開支，有資源可以投資喺文化推廣，例如用於年輕表演者嘅培訓計劃，達至可持續嘅發展。第二，多元推廣途徑，非遺文化復興。一個文化之所以會消失，其實都係因為冇人在識。商業化下以非遺為基礎，開發各種商品同服務，令非遺有多啲機會呈現大眾眼前，俾市民先去認識而繼而去學。正如中國力重仿藝術，黎族人成立公司賣傳統禮錦服飾，承接其他文創產品訂單，同時設計出手袋、書籤、台布等嘅日用品，吸引到唔少年輕人了解同學習，最後成功將傳承人數由2009年不足1000人擴大到上年2萬多人，可見商業化下頂尖嘅技藝成為受眾面廣，國民皆可接觸、認識同親近，甚至去學。最後想問有關同學，今日係咪非遺零商業化先係對文化傳承有利呢？多謝各位。甲方主編採用時間為2分18秒，好過是無需扣分。跟住有請乙方主編嘅3分鐘發言時間，預備請人介紹事宜。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唔難發現有方過分美化、商業化帶來嘅結果，亦唔明白文化傳承嘅意義，唔單純係你講我知，而係由上到下一代願意去學習嘅過程。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係以各種形式嘅文化表現。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當日裏面亦提及到，要對佢哋嘅重要文化意義進行保護。有方同學塑造到商業化可以令非遺填補資源嘅缺口，亦都可以避免被淘汰，但卻忽略咗商業化喺經濟學同自然實際定義下，本質上係利用有價值嘅事物轉換成商品，以盈利為主要目的。故此，要衡量辯題，就要審視商業化對傳承嘅影響嘅深遠程度。我方認為不利於基於以下2點：第一，過度消費文化資源導致文化欠質。喺商業化嘅過程中，非遺容易被簡化，甚至失去咗佢原有嘅精神內涵。好似長洲太平清醮、搶包山元日，象徵住祈求平安同豐收。喺商業化嘅推動下，並不斷消費，參與者塑造成明星選手，甚至有贊助同電視直播。同時，太平清醮全島要齋戒3日，但近年節日重心傾向遊客，旅客未必接受到齋戒，結果島上嘅食肆就出現咗半素半葷，齋戒傳統被迫改變。改變唔單止削弱咗太平清醮嘅文化深度，亦令年輕嘅一代唔明白太平清醮係為咗祈福祭神，而唔係為咗去睇表演。到最後，唔單止無法咁真正促進文化傳承，甚至對真正嘅文化內涵越嚟越陌生，令非遺背後嘅文化意義變質。
傳承者地位被削弱，令文化傳承斷層。商業化嘅主導權握喺企業手上，焦點往往放喺產品嘅市場價值，考慮嘅係點樣令利益最大化，而非點去保護同傳承文化嘅精髓。傳承者嘅意見喺決策中往往係最低嘅考慮。例如東阿阿膠嘅製作技術傳承人劉維志，70年加入咗東阿阿膠廠，將製作技術大幅提升。02年，政府為咗發展引進咗華潤集團，最終劉維志失去咗話事權，被迫離開。非遺僅僅被視為賺錢嘅手段，而非應該去珍視嘅文化遺產，令年輕嘅一代見到嘅只係其商品嘅表面，佢哋會認為學習同傳承呢啲嘅文化並冇意義。長遠而言，非遺嘅核心價值同獨特性將逐漸消失，傳承者被邊緣化，年輕嘅一代又缺乏咗學習嘅動力同興趣，文化嘅傳承就無法順利進行。最後，想問有方，你承唔承認商業化後為盈利打住非遺旗號嘅產品只係一個噱頭？多謝各位。粵方主練所用時間為2分40秒到報告時同需求分，跟住有請甲方1半有3分鐘發言時間，到請向上前線。住各位有方今日同我哋講原真性，但非遺真就係無形嘅。首先，有冇同學你哋點樣同我哋解釋咩叫保留原真性啊？總則係點？係咪一成不變定係可以變？有冇同我哋講就係要保留原真性？再者，正如我方主編講過，有冇商業化都好，呢個文化都會變，就好似客家話咁，雖過程商業化都好，但係而家客家人講嘅客家話同60年前嘅客家話已經唔一樣，就係因為文化互理環境影響同埋商業化帶嚟嘅問題。有冇就話啲商人好衰，好唯利是圖。我哋今日不妨企喺商人嘅角度諗下，用意粉作為例子，超市20幾蚊嘢一盒，但係啲人都會去幫襯，甚至去買200蚊一嘅手工意粉，就係為咗支持手工呢項技術。因為大家知道當中嘅口感、味道同埋心思都係冇辦法被機器去取代嘅。正如今日非遺有市場，可以吸引到顧客，就係因為會攞住非遺技術。或者有方解釋下點解商人想用非遺做生意，反而會放棄當中最有價值嘅部分呢？今日我方仲想問下有方，係咪非遺同商業化先係對文化傳承有利呢？有方今日答唔到，係因為唔明白。有方知道非遺同商業化根本冇辦法分割，所以講到尾，其實有方並唔反對用商業化呢個手段，只有好多嘅擔心。大家要明白，我哋社會不嬲都係太弱及流強，就算係文化都好，都係諗辦法適應社會嘅環境。而商業化正正可以為佢哋提供生存嘅空間。有方就話非遺面對嘅問題最大唔係錢，最大嘅困難唔係錢，但係有方反對唔到非遺保育本身就需要大量嘅資源。喺而家嘅經濟環境下，成本就會越嚟越高，但靠政府嘅資助，連生存都成問題啊！又點樣可以傳承啦？西貢區韶權街坊晚南會理事長受訪稱，呢場晚南成本花費不經，除咗要搭建器材之外，最少都係花費60萬至40萬，籌錢並唔容易。但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自己都話，保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唔可以單靠政府嘅財政同埋人力資源，變得文化成本咁大，政府又無力支援。如果唔商業化嘅話，不如劉方話俾我哋知。資金問題應該點樣解決？點解唔使搞啲活動，唔使錢，有助於文化傳承呢？所以今日我方就同有方講，由咗商業化，透過非遺用地用翻落文化度，可以達至可持續發展。好似日本歌舞嘅文化，曾經喺以至瀕臨失傳嘅邊緣。好彩日本政府同業界大力推動商業化，好似歌舞劇團、海外公演、賣周邊商品、場商業展覽等，發展成為而家嘅街知巷聞嘅傳統文化。或者有方一半正面同我哋解釋點解多呢啲資源反而係不利呢？多謝各位。甲方一半所用時間為3分04秒，報告同需9分，跟住有請乙方一半收一發言時間，有請向上前線。評判主席在座各位，聽完有方同學兩個辯委，唔難發現佢哋對辯題有幾個誤解。第一，有錢先可以保育，我方明白錢重要，但需要錢唔代表一定要用商業化呢個手段。唔同地方都有計劃去舒緩佢哋嘅經濟困境，例如香港政府推行緊嘅
嘅非遺資助計劃，提供各方面嘅協助。喺日本被認定為傳承人，國家都會每年撥出200萬日元嘅專款，資助佢哋研究同埋改善生活。唔需要將非遺商業化都可以有資金，所以唔係唯一嘅選擇。第二，有改變，年輕人先至會有興趣；唔商業化，年輕人都可以有興趣。吸引年輕人嘅，從來都唔係被包裝嘅商品，而係非遺傳統獨有嘅魅力。而家好多年輕人都俾非遺傳承人喺網上載嘅影片吸引，例如中國青神竹片工藝並冇涉及商業利益。我方都明白時代要進步，所以有改變。但今日有方最大嘅問題係唔理解商業化嘅改變到底改咗啲咩？非遺宗族春秋二祭，即係掃墓咁，古時要卯時進行，要修復墓碑，叩頭有次序，外嫁女唔可以掃娘家墓。今時今日掃墓，唔理係咪外嫁，只要帶住真誠嘅心，都係一同追念祖先。呢個係時代對男女平等作出嘅改變，係社會發展自然嘅結果，無外力嘅影響。但商業化講緊嘅係原本自然嘅演變中加插一腳。掃墓行為商業化，網上出現代客掃墓，淘寶一揾幾十家公司提供喺全國代理掃墓嘅服務，聲稱為無法回鄉嘅李代勞。我方都明白，祖先安葬喺山墳，可能真係清雜草，可能真係要人幫手。但點解唔係請人幫手清雜草，又幫你拜埋你嘅祖先呢？可能你會話喺外國冇得下下搭飛機，但你有呢份心，清明喺你住所拜山拜，上山住香，係咪真係咁大問題呢？今日有方根本唔理解，男女老少都可以掃墓，係為咗更多人可以一齊悼念先人，可以將呢一份孝心更好咁傳承落去。代客掃墓係希望可以揾到商機賺到錢，而唔係為咗更好咁傳承啊！呢啲改變係甚至改變咗背後嘅文化嘅核心思想啊！如果多人認識咗就叫傳承嘅話，係咪我睇完套粵劇買埋周邊，我都叫傳承緊粵劇呢？我方都明白，有人知道係好事，但當非遺背後嘅文化意義被抹去，形式被商業化改到不倫不類，最後帶嚟弊處係永遠無法挽回㗎。最後想問有方，認識同願意傳承非遺有咩必然關係呢？多謝各位。所以為2分同6秒號個程式扣分，跟住有請甲方住有3一齊時間到齊齊。各位大家好，今日先睇有方同我大講呢個太平清醮嘅例子啦。第3代長洲人同時喺民間團體點點長洲裏面嘅召集人李端儀直指，太平清醮係旅發局少有咁可以成功推廣嘅嗰個節日，唔一定係商業化或者賣平安包就係反對。而家大家起碼都對太平清醮有基本嘅認識，以前大家都覺得呢啲係好落後嘅事。但係踏入出咗第一步之後，係向公眾介紹節慶嘅正確同深層意義嘅機遇。再講啦，非遺本身嘅特質就係千變萬化，本身就係因應社會當下嘅嗰個營運而生。猶如奧地利嘅維也納咖啡館文化，本來就係因為社會缺乏社交嘅場所而交流媒介而誕生咗嘅。即使時至今日，咖啡館嘅功能已經退去咗啦。但係去奧地利嘅旅客都必然會去到訪，感受當中嘅文化氣息，正係受惠於咖啡館嘅文化拓展文化旅遊業。社會經濟歷史不斷咁演變發展，今日要思考嘅係，當非遺嘅角色已經不復從前嘅時候，又應當如何自處，先至令到非遺生存到，同點樣建立社會嘅關係，保持同社區嘅有效互動，避免失傳。我方一副已經同有方解釋過啦，使用非遺技術係商品中最有價值嘅部分。奶茶便利店都有樽裝嘅，咁點解香港人都要堅持飲用茶餐廳嘅奶茶先至可以代表到香港呢？而啲旅客都要去排蘭芳園，就係因為佢哋知道香港嘅非遺奶茶最重要係嗰個沖泡嘅方式。所以我方就問有方，商人點解會放棄咗最可以吸引到顧客最根本嘅非遺技術？有方都答唔到㗎。
友方淨係不斷咁重申商業化避免唔到有啲唯圖是利嘅商人會打住非遺嘅名號，實質喺度用嗰啲機器去做嗰啲生產啦。咁友方就要教書咗啦，呢個唔係商業化帶嚟嘅問題，而呢啲商人違反咗嗰個商品說明條例，就應該要依法處理。其實今日友方否認到嘅係商業化嘅做法咧，唔單止可以令到非遺生存並持續發展，更可以做到宣傳弘揚非遺文化內涵。情況有如香港電影業早已橫跨大眾娛樂同文化藝術活動、民商兩個範疇。下陽村村長劉錦常直指，冇麒麟文化觀摩先至可以流行到嘅，小朋友先至會學。為此自己攞錢10萬幾蚊去進行保育，配合麒麟師熟嘅區內專業師傅親自教授舞麒麟同打鑼鼓嘅知識。試問友方啦，如果文化同商業化完全切割咗，舞麒麟冇資金去開班授課，只用祖傳嘅方法，係咪先叫做文化傳承呢？多謝各位。方二副方時間為2分17秒5個字，需求分，跟住有請方二副有3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向介紹。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嚟到二副回歸辯題本身比較雙方利弊，其實友方得2個利處。第一，有班同學話文化係受環境影響，所以我方一副都話唔符合社會思維而作出嘅變化，係社會發展自然嘅結果，冇受外力嘅影響。我方都唔係話唔係一成不變，開隨着時代時間而改變，但並唔係商業化迫使佢改變。所以友方，你係咪認為拔苗助長之後，棵樹真係生得好過自然咁生呢？第二，商家更有能力減輕非遺傳承人嘅經濟負擔。我方都唔否認商家好有能力，有更多嘅資金可以投放喺非遺身上，但佢擁有嘅能力唔單止係財力，佢仲有好大嘅權力。透過呢啲權力，得到嘅就係對非遺產品嘅主導權。所以我方都見到，原來最後就因為呢啲權力、呢啲財力、呢啲能力，導致非遺傳承人唔需要擔心資金嘅問題之外，仲唔知道非遺產品變成咩樣。所以我方一副都問：睇完套粵劇，買咗啲周邊，同就傳承緊粵劇呢？友方其實答唔到㗎，因為友方心入邊都明白，唔係我係打緊關於非遺嘅辯題，做埋資料搜集就係傳承緊佢哋。所以在座各位，商業化後嘅非遺到底變成咩樣呢？要回答呢條問題，我哋先由持份者角度出發。首先，商家將非遺商業化嘅商家利益高於一切，所以唔單止我方主辯，就連聯合國世界銀行都話俾我哋知，文化遺產多數由唔識得點保護嘅外行人嚟做，最後拍板嘅係投資商，傳承人冇三話事權，傳承人被邊緣化到冇得出聲，投資商缺乏專業嘅保育知識，令文化內涵變質。為咗所謂嘅多啲人知，非遺傳承人失去話語權，係咪就係友方寫嘅結果呢？其次，傳承人喺非遺傳承人眼中，佢哋自己嘅手藝為榮，最希望後繼人發揚光大，但商業化下自己對非遺嘅掌控權反而被剝奪。好似台灣非遺嘅蔡德克族織布傳統工藝保存者劉喜美咁，本諗住俾年輕人拎佢嘅作品去做專題報導，佢俾註冊咗商標嘅組織禁止，要求佢呢個傳承人要先向佢哋交付授權金。商業化下，呢啲本應屬於大家嘅非遺，係打住保育旗號嘅商家私有化，想傳承竟然都要問過商家先。最後想問友方，係想非遺被改做傳承人都唔認得，你連佢哋要睇翻自己嘅文化都要俾錢先呢？多謝各位。多二副方時間2分37秒5個字，需求分，跟住自由辯論時間現在需要賽規。本人節雙方各有2分半鐘發言時間，雙方辯員可選擇一次將發言時間用盡，亦可自行分配時間分開數次發言。先由甲方發言及乙方發言，此類推。發言同學必須站立時間計算，坐下作準。雙方派出嘅同學喺發言期間不得與台上同學溝通。我方設定發言時間完結時1分鐘，計時將按鐘一次，以發言時間上完1分鐘。喺某方時間終止時，計時會連續按鐘2下，以該方自由辯論發言時間結束。當某方之發言時間用盡，主席將宣佈另一方餘下時間。該方提出1位或多位辯員輪流發言，直至時間用盡。咁問雙方對賽規有冇疑問？
冇嘅話，自由辯論即將開始先請教方提出一位辯論人才。有方同學今日非遺係咪可以同商業化完全切割呢？有方同學，你講嘅係你哋嗰個物件咧，定係你講嘅非遺嘅藝術同埋佢嘅手藝呢？有方同學，我哋講嘅係佢嘅技術同埋手藝啊。係啊，同學，咁點解你會將個技術商業化咗之後嘅話，你可能會壓榨咗一啲非遺嘅傳承人，令到佢哋嘅文化扭曲咗？咁有方同學，你話你啱啱話要多啲人知，咁係咪新聞報告咗有人睇到文化但係傳承咗呢？咁有方同學多啲人知，咪有人去學咯，有興趣去學，咁咪可以做到文化傳承咯。反問有方同學，你今日承唔承認非遺保育係需要好多資源呢？係啊，我都認同，但係香港政府推行緊嘅非遺資助計劃都可以協助佢哋。想知有方傳承嘅定義到底係咩？原來我上咗常識堂睇過粵劇片，我都已經係粵劇傳承人，咁又合唔合理呢？首先，而家政府已經有嚴重嘅財赤，佢已經冇更多嘅資源去支持呢個非遺嘅發展啦。所以請問啦，你哋嘅資源如果唔係商業化嘅話，資源由邊度嚟呢？有方同學，我都知道啲商家有更多嘅錢，但係佢都有如果佢俾錢，佢有更多嘅權力，咁佢就可以控制呢一個嘅，佢就可以剝削咗呢一個嘅傳承人嘅話事權。想問有方被扭曲嘅非遺傳俾下一代好唔好？有方同學請正面回答佢嘅問題，到底你啲資金喺邊度嚟嘅咧？啲資金咪喺政府度嚟嘅咯，或者佢自己即係揾多啲人幫佢俾錢咯。頭先我已經講過啦，有方同學，政府而家已經面臨接近1000億嘅財赤，佢已經冇更加多嘅資源去投放喺呢度啦。咁請問啦，如果咧唔進行商業化嘅活動咧，咁咧佢點有更多嘅資源去進行佢嗰個非遺嘅傳承？有方同學留意變下變，並冇香港意志，你唔可以淨係同我講香港政府財赤，你係跟住睇下唔同國家啊嘛。例如話日本咧，會撥出200萬嘅日元專款資助佢哋改善生活。有方你同唔同意呢一樣嘢啊？唔同意。香港真係你唔同意，但係日本係俾到錢，令到佢係嗰啲認定嘅傳承人係有一定嘅能力去將佢哋嘅非遺傳承俾佢哋嘅下一代。有方同學，你嗰個可能只係少部分嘅例子，仲有冇其他例子咧？但係有方同學，但係日本係真係可以俾到錢佢哋即係去將佢哋呢個非遺傳承落去，因為佢哋講緊嘅根本就唔係香港政府。咁有方同學，即係你係否認咗佢哋有足夠嘅資金去將佢哋傳承落去？好啦，咁我哋唔再講政府呢樣嘢啦。咁有方，你今日承唔承認咧，多咗人認識非遺咧，對文化傳承係一件好事啊？咁我想知啊，點解多咗人知就傳承緊非遺啊？咁多人知，起碼如果有人有興趣嘅都會去學啦。但係如果你唔知，你會去學咩？係啊，方同學，咁原來我上常識堂，我睇完粵劇片，我就粵劇傳承人，咁樣係咪合理啊？唔合理。香港同學都唔合理啊，所以多人知就唔代表我哋傳承緊粵劇啦，方同學。但你多人知就會有更加多人有興趣去學習啊嘛。咁佢推行商業化嘅話，咁佢咪可以推廣到去大眾咯。咁大眾多啲人知，咪會更加多人有濃厚興趣去學習。咁有方同學，咁點解我哋唔整講座之後再問有方啦，同唔同意商業化令非遺認真？但有方同學而家係商家係壓榨咗嗰啲非遺嘅傳承嘅，有方同學，我真係好想知道你哋傳承嘅定義係啲乜嘢啊？有方同學，我哋嘅傳承定義係首先要有，然之後咧佢哋就有人去教，有人去學。但係如果我哋唔俾大眾去知嘅話，佢哋點會去學咧？有方同學都仲未答我呢條問題。有方同學，我哋可唔可以整啲活動同講座去同啲學校嗰啲小朋友講呢一個嘅非遺咯？而且你如果商業化咗嘅話，就會改變，會根據嗰個客人嘅喜好而改變非遺嘅。粵方發言成甲方剩剩餘50，請派出一位或多位同學。面對我方質問，有方係自由辯論環節，立場倒退，承認商業化同文化傳承根本無法切割。面對太日流行嘅社會，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效發展，自給自足，自然達至可持續性。但係有方同學，你話會改變咗個本質，但係其實非遺本身
身已經商業化咗，所以如果佢改變咗本質，其實一早已經改變咗，唔關我哋商唔商業化事。即係好似涼茶咁樣，涼茶你一開始攞出嚟賣，佢已經商業化咗啦。同埋有方同學啊，你喺學校淨做一個講座咧，呢、個講座都係需要俾錢去嗰個演講者，佢先會過嚟做，冇咩人會做義務工作。所以有方同學，我哋而家冇錢，入邊請一個人去嚟我哋間學校度做講座咧，冇人會肯做義工噶嘛。日方時間用盡，現在進入演練準備環節，有1分鐘特別雙方面。有請粵方面有3分鐘發言時間，有第當你凝視深淵嘅時候，深淵亦在凝視你。評判主席在座各位，相信大家對尼采嘅呢段話並唔陌生，但回望今日嘅辯題，其實冇好大嘅差別。當你嘗試用商業化作為達成目的嘅手段，你以為你利用嘅商業化，卻唔知原來商業化亦都喺度利用緊你。嚟到結辯，相信大家都聽咗好多唔同嘅非遺例子。總結有翻喺度就係錢係最重要㗎，有錢先可以繼續傳承落去。而且佢仲話商家係比政府有更加大嘅能力去保護呢個非遺嘅。何況否認商家係有好大能力，佢的確有咁多嘅資金可以投放喺非遺身上，但係佢擁有嘅能力唔單止係權力，唔單止係財力，仲有好大嘅權力。透過呢啲嘅權力，得到非遺產品嘅主導權，導致非遺傳承人嘅商業過程中俾人邊緣化。有方有兩個問題：第一，忽視商業化嘅代價。今日有方一直同我哋提出客家話啦、太平清醮、涼茶嘅例子。有方好簡單咁概括咗，要錢就必然要商業化，但我方就唔明啦。明明商業化嘅方法有好多，商業化根本唔係佢唯一嘅出路。有方根本唔敢同我哋講，商業化之後，非遺傳承人嘅話語權俾人剝削點算？所以有方一直搞錯咗，見到商家有錢有能力，就以為佢哋係最好嘅選擇，但忽略咗背後要付出嘅代價，就係要將話語權拱手讓人，眼白白咁望到自己真實嘅技術一步步俾人改變。傳承人可能會覺得，哎呀，為咗傳俾下一代，一切都值得嗰陣時，換嚟嘅甚至係年輕人對接手嘅拒絕，以一時嘅金錢去換取非遺嘅傳承嘅原心，呢個代價有方有付唔付得起呢？所以第二，唔明白文化傳承目的。有方好簡單咁認為，要做到文化傳承，只要多個機會認識就得。同我哋講無之餘，問題係就算有人想傳承商業化之後嘅非遺，仲有咩理想傳承嘅非遺呢？被扭曲嘅部分永遠冇辦法復原。文化要傳承落去，原來喺有方眼中就係教授下一代被包裝嘅太平清醮、食肉齋戒，就係清明幫你掃墓。我方唔明白點解非為要傳承佢嘅文化內涵，就係將商業化被改到不倫不類嘅呢一部分傳俾下一代呢？有翻頭先有講到涼茶呢個例子啦，其實涼茶商業化之後咧，到底係傳承係話你要加藥材幾斤幾兩，定係商家一嚟瘋狂加糖呢？傳即係傳授，承即係繼承。非遺要將文化傳承落去，考慮嘅從來都唔係一代，而係每一代。靠住獨特魅力嘅非遺，要嘅唔係多個人知咁簡單，而係點樣保存俾數十代人之後嘅繼續傳承落去呢？在座各位，當你凝視深淵嘅時候，深淵亦在凝視你。如果要踏入呢個深淵，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傳承，換取一個被看見嘅機會，賭注太大，我哋輸唔起。多謝大家。時間為3分04秒。
冇睇過《精裝追女仔》呢套電影呢？電影故事講述4個車房員工追女仔嘅故事。故事中嘅主角爛口髮同交通燈，為咗追求心儀嘅女仔，不惜扮有錢人，只為博紅顏一笑。今日有方可能會話，識女仔係要睇內在美，但係用現今社會嘅角度嚟睇，識女仔係要睇爛口髮同交通燈，只係喺車房工作嘅宅男，本身一個女仔都唔識，又何談去了解個女仔嘅內在美呢？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哋今日唔可以好似有方咁預視未來，斷言一成不變就係最佳做法。今日有方擔心嘅係商業化過度，令純真嘅大眾一窩蜂買粵劇周邊。然而，非為失去原有魅力，商家係咪依然有發展實力？我方副面都講過，非為可以商業化嘅原因，在於佢本身嘅既有價值。市場供求底下，商家反而會牽頭保育，達到可持續發展。有科只係猶豫，商業化之後會出現咩問題？會唔會淨係得商人受惠？但情況猶如台上8位辯員練習方法各有不同，商業化方式多元，技術課程、演出表演、體驗活動，甚至文化旅遊，百貨應百客。當有方唯一弊處根本唔成立，面對前路分叉，唯一可以做嘅係回望過去，尋找依據。社會太弱流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得不喺市場發展，路途艱險。今日我方主辯同友方講，保育需要資源，但政府又有自己嘅盤算，往日保育非為超過1億元嘅支出，未來長遠又有邊個願意去俾呢？今日友方只係選擇視而不見，繼續遮遮掩掩，選擇一成不變，又談何保留呢？文化承傳同商業化從來都唔係放喺對立面，還望友方考慮未來發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生存嘅基本條件。故事後續嘅結局，主角2人為咗對方，願意放下身段，坦誠相對，有成人終成眷屬。但如果佢哋面對問題嘅時候封閉自己，感情退去，又點會收成正果呢？作為小學生，我唔知最好嘅相處方法係啲咩，但我深信，無論係人與人之間嘅互動，亦或文化遺產同社區嘅關係，就係互相進步。面對無可避免嘅變化，我哋要學習將昨日嘅改變化作今日成長嘅養分，邁向更好嘅明天。要喺消失之前，保護並宣傳代代相傳嘅傳統文化。如果真係將項目架空，忽略社會、經濟、文化環環相扣嘅事實，呢個遠景只會淪為泡影。還望友方了解實情，唔好再選擇掩耳盜鈴。多謝各位。教科字典當時又係2分7秒，報告時同需扣分，結果班3戰比賽告一段落。